今一开始来关心南韩总统大选选举结果，即马出来啊！共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李在明选调得票率49.42%，而且这届选举投票率有79.4%，是创下南韩28年来新高。南韩是冷3年，即马个政党轮替，李在明今仔日就上任。在选举结果差不多这个时阵，共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李在明出现感谢支持者，也承诺会全力以赴推进经济加改善民生，保障国民生命安全。 내란을 확실히 극복하고 다시는 국민이 맡긴 총칼로 국민을 겁박하는 군사 쿠데타는 없게 하는 일. 이 나라의 민주주의를 회복하고 민주공화정 그 공동체 안에서 执政党国民力量候选人金文珠承认败选，根据南韩中选会即摆投票率79.4%，创下回1997年第15届总统选举以来上悬的纪录。 소통하고 공존하면서 서로 협력해서 공존, 공동 번영하는 길을 찾아가겠습니다. 中选会测试早起开全体会议正式进行选举结果，选起就是就职典礼。南韩社报道，李在明决定提名共党最高委员金明秀做新一届政府第一任国务总理，也推动总统办公室刷回原总统府青瓦台计划。李在明出身善车，6年囡仔刚造成受到受损，手骨正气顽强。不过，伊拍拼读册，得到奖学金进入中央大学法学院，将做人权律师，导致公民运动，行政治路。这是第3摆挑战总统大会，总算成功。以2017年总统初选被淘汰，2012年诉候前总统尹锡悦在政坛告被控贪腐，导致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定。不过，民调显示伊是热门的总统竞选，这摆向已经准备好的候选人做口号，抓住民心。公司新闻黄有玲报道。